是佛祖的历代祖先在坐。他有详细的看。又搁详细甲看。那么一看呢？那么一看呢？看不见。我看无啊。所以大家要了解。所以咱大家爱了解。三足普渡。千载万载。千金万金。可以证明了。会当证明了。千载万缺。千金万确。希望各位道兄弟姊妹。希望各位道兄弟姊妹。要有这个信心。要有这个信心。6万年来。 6万多年来，只有这次天道将士，天道将士，这是我们道的宝贵，这次咱道的宝贵，要了解，大家爱了解。宝贵在什么地方？宝贵在什么所在？就是天命宝贵，就是天命宝贵。世尊师母，世尊师母，奉着老母的命令，奉着老母的命令，再传再授，是金传金修，办理幕后预兆，办理幕后一条。大家要看清楚，要听清楚。大家要看清楚，要听清楚。这次是再传再授。这次是金传金修。什么是再传再授？什么是金传金修？什么是加传加授？那么什么是加传加修？大家要注意这个“再”字。大家要注意这个“金”字。再。金。千载万载。千金万金。加呢？价呢？什么是加？什么是价？在。金。在什么地方？金在什么所在？天命宝贵，宝贵在什么地方？天命宝贵，宝贵在什么所在？大家要注意。大家要注意。宝贵在无形。宝贵在在无形。无相。无相。为什么宝贵在无形无相呢？为什么宝贵在这个无形无相呢？在的。金呢？有会有灭没有？有会有灭无？不会不灭。不会不灭。那么加的呢？那么价呢？有会有灭没有？有会有灭无？那么再传再授。那么金传金修。无形无相。这无形无相。天命。天命。有形有相没有？有形有相无？宝贵就是宝贵在无形无相。宝贵就是宝贵在这个无形无相。那么无形无相它有什么宝贵？那么这个无形无相有什么宝贵？很简单。这真简单。无极老母。无极老庙。它悟到几点了？伊悟到几点了？老母。在老庙。还有什么宝贵啊？还有什么宝贵？大家看清楚。大家看清楚。万灵。万灵。战争。金在。那么既然万灵战争。那么既然是万灵金在。有形有相没有？有形有相无？有没有？无。也是没形象。也是无形象。那么什么有形有相？那么什么是有形有相？千经万典。千经万典。千法万法。千法万法。有形有相没有？有形有相无？那么讲经说法。那么讲经说法。有形有相没有？有形有相无？这是言语道。这是言语道。那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。金刚经上。金刚经上。讲的很清楚。讲得真清楚。可以证明了。会当证明了。若以舌见我。若以舌见我。舌就是舌相。舌就是舌相。舌相千经万典。舌相的千经万典。就是舌相。就是舌相。是。